社上。嘿，参加有理由就是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来阮遮吼挑战5组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，上最3万块，恁炸转去啦3万块，恁拿登去啦！好，咱即马紧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，嘿，拢是我的好朋友。首先阿翔这边，嘿，我这边是我的阿 Ken 红不烂。Ken 哥好，Ken 哥好。阿雄，您好，赞，这个节目有够好看。你敢若会晓讲遮尔尔吗？我介绍你的队员啊。爱介绍啊，一定爱用台语。你介绍，这位是我的制作人好朋友，嘿，伊叫做郭碧武。好朋友啊，嘿，厉害。啊，刷落去，这刷来这位叫做上游，上游，这个少年人是真赞哦。嘿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天饼，好朋友，嘿啊，嘛是好朋友。嘿啊，好来，啊，这位叫做易吉，伊是我的这个，嘛是制作人的好朋友，嘿，是，嘿，金麒麟啊，你该知影，我刷来就是要讲这啊，你把我的话拢讲了啊，好来，我刷落去。这位是嘿，洛南啦。好，咱即摆我这边斗阵的好朋友，食人要叫爱食啥货咧？食我好朋友的物件。好，来哈好碗，咱来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哈好碗哟。好碗，哈好碗，嘿，其实伊唔是一家人，嘿，咱遮才是真正全家伙安尼来。咱遮是你若是去到嘉义吼，嘿，你看爱迄，食啥？你看迄网路吼，即摆网路第1名到嘉义一定爱食林聪明砂锅鱼头。最厉害！你若是囡仔吼，嘿，唔是这介绍读书哦。唔是啊，若是讲囡仔哦，若要跳，爱食鱼，爱食啥货咧？囡仔若是唔是介绍读书，嘿，遮聪明，你就要食林聪明砂锅鱼头。嘿，咱即摆都有啥来无？有炸来哇，有来，嘿，来起来，起来，好，起来，来，即摆现食就对啊即啦。摆现食啦，哎呦，你甲看一鼎呢，咱内面有鱼头、鱼吧。嘿，来介绍。好，来，这个是阮大查某囝，嘉辉啦，嘿，来嘉辉来介绍一下。阮的特色就是吼，阮的大骨汤哦，拢控12点钟12点钟，诶，啊个加入咱哦大量的白菜，嘿，哦，梦米，吼，豆腐，吼，豆皮，猪肉，吼，啊所以搁加入咱的沙茶酱。吼啊，所以讲这个口味吼特别的，让人去使人怀念。会控12点钟久咧，对无？因兜家属拢无咧交钱，伊无你家己烦恼家属这个啊，问题，无你家己烦恼这啊，你话个问题。阿多啊，你用碗淋汤哟。嘿呀，都啊，都啊，外国读书回来，嘿呀，汤头有赞无？足甘的，足甘甜。甘甜。咱遮还未介绍完哦。啊，这个我甲你讲，我是无啥想要讲，这嘛是阮斗阵的啦。嘿，我是无啥想要讲啦。啊，伊的查某囝嘉辉，嘉辉，刷落去，来，嘉辉来介绍。这位是阮的品牌的规划师，嘿，啊，也是阮的好朋友，啊，即个嘛甲咱做伙来录影，嘛咱在地嘉义人，嘿，啊，这位是心仪，哦，我的小妹，嘿，哦，啊，恁朋友的名叫嘉仔，好咧嘉仔，其实大家是拢要来领奖金的对啦，啦。嘿，这边台语嘛介好，因为嘉义人，这边台语应该嘛是介好。最好诶，应该啦，听会出来。发大财的啦。是隆重来甲咱老师介绍咱这个王秀龙、翁秀荣、翁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。嘿啦！所以你即马两边拢袂紧张啊，你会紧张哦？没真正啊，快点哦！我要落去哦。好，来，咱第一回合的 start。讲
价排行榜，用轮流回答的方式进行。A 家庭回答了后换 B 家庭回答，答案若出现伫咧排行榜前5名，就会使得到分数。两队每一条题目有2摆错误的机会。哦耶！真活泼，两队拢真活泼，嘿，啊，拢知影规矩啊吼。好来，咱即马甲手，嘿，一只手放喺另个顶面，啊，袂当试哦。袂使哦。上个请出题，请问第一摆约会的时阵，上禁忌的食物前5名，我提示一下，这是网络调查，所以做调查的拢是少年人哦，吼。嘿，好啊吼，来请手答。哦，阿 Ken 红不让，红不让，迄个烘吧，烘吧，因为迄烘吧吼，有迄味吼，就重的对无？嘿嘿，啊，你会生会吸你的味无？哦，啊，查囡仔呢是吸你的肉味。嘿，啊头长嘛有去规身躯拢肉味。哦，啊，你听起来敢若袂输恐怖的迄种片喎。嘿啊，查某囡仔是安那吸你的肉味，我都唔知为啥影。转肉味？所以讲第一届袂使食这啦。烘吧的味有啊无？哎呦！恭喜阿 Ken 红不让得到18分。对。啊，烘吧会有味，啊，咱若是去食火锅，哦，嘛是共款同。款啊。嘿，迄粉搁较大，有无？迄嘛是有味，迄嘛是肉味会伫咧沙顶头。迄查某囡仔嘛会惊。嘿，对。哦。因为身躯若有味，刷落来要去倒位拢真无拢袂使，嘿，无啥物兴趣啊。邪老见骨啊，是安那哟。我无讲出来。火锅吼，来，咱来看火锅的味有啊无？来，恭喜聪明爱食鱼得到15分。好，来看这边。食上较歹看，食上的食上较歹看。食物件的迄个形较歹看的。食上蹭的。嘿爱蹭，哦，迄物件生了安尼迄个。诶，这是啥货？这是啥货？鸡卡，鸡你讲蹭骨头啊？蹭骨头啊，对，蹭食鸡较足歹看。鸡骹、鸡腿啊，你看，嘿，吃相难看呐。食上较歹看有啊无？哎呦，爱春骨来鸡吧？对不？哦，恭喜阿 K 红不让得到14分。第一摆约会蹭鱼头啦，蹭鱼头，蒸鱼头，就是安蹭鱼头。啊食哪食哪配歹看。因为一定爱配出来啊。嘿啊，啊，人家会去行着。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。蹭鱼骨啦，有啊无？其实伊甲烧香差不多。嘿，所以这答案干了一个。两条命你赢掉一条，等一个会使回答。不要紧，来，阿健，我要讲啊，好啊，来，都是臭豆腐，哦，不是啊，不是啦，不是臭豆腐哦。起码是在试看卖啦。有2条命啦，你会使试看啊。无定着哦。嘿啊，臭豆腐一定的，你第一届去，对对，食了朋友去吃是安尼臭讲好。豆腐，嘿，食完了口气歹，你想要甲伊浸一下嘛歹势。有蒜头，哦，蒜头臭所以豆腐蒜头啦。甲臭豆腐爱选一个。爱选一个嗯，臭豆腐，臭臭豆腐。哦，以为比蒜头因为无人跟他食蒜头。冇影呢吼，哎，人家不会选啊。定定咧约会的款。跳跳人，听听啦。好，咱来看一个。臭豆腐有啊无？我甲你报告吼，苍头的食物伫第6名，差一名。差一名。差一名。嘿因为这是前5名。前5名的。好来，哈。你咧叫，我来哈哈啦吼。你咧叫你家己。有一个物件吼，嘿你若食了，迄喷食，喷食。嘿，你安尼食那个啊喷食安尼啊喷安尼，查某囡仔一食个，安尼喷啊规个面，我面上安尼足歹看的啦。什么物件？我家己到底是讲啥物啊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录音。嘿，亲像迄汤包啦，哦，迄喷食，哦，老汤喷食的啦。嘿啦。来，咱来看哦。会老食的食物有啊无？会出食的食物，
恭喜！查某囡仔食落去歹看，嘿啦，嘿，啊，搁只吃吧，滴滴答答歹看啦。对对对，来看恭喜哦！这分数。聪明爱食鱼得到14分。好来，肯定啊，热天食咧遐物物件，流汗，哈，吼，哦啊，佫会歹巴肚，嘿，老皮老流鼻流哦，汗，当时喙唇佫会整，对整，啊，伤险佫流屎，对，啊，安尼足害的，险的，如果麻辣锅，老师已经讲拢知要去倒，老师，嘿，一般因为伊这是较新的事哈，所以你若要照字面来翻是叫做麻辣。啊，毋过一般咱是用较生活化，人听较有的，所以会当讲咸酱咸椒啊、花糕。咸姜啊花糕，花糕。咸姜啊花糕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咸姜啊花糕有啊无？哦，赞啦！恭喜哦，阿 K 红人，小险的是分，嘿，足险小险的是分，恭喜恁得到15分。好来，不要紧来，咱过来看后一题。来，手，请放起。好，来，嘿，请出题。请问台湾菜上热门的5种菜色是倒前5名？台湾菜哦，吼，台湾菜哦，前5名。大家上爱点的哦。嘿，来，请手答。哦，哎呦，来，可能是做主食。来，上面哥哥这边。咱做美食要怎讲？美食节目的啦，嘿，做食食的节目的啦嘿，咱拢知影啦。我嘿这对不我拢唔知影看外省人讲台语才好笑。我讲台语讲到即摆流汗咧。你讲了真好。你真足好啊！一定有佛跳墙、佛跳墙、佛跳墙啦。佛跳墙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。安尼对不？安尼，等。对啊，你边仔一个头家，你拢无要甲伊参详。讲鱼翅羹，鱼翅羹。哎呦，哎，哦，啊，以前后尾吃头真红哦，鱼翅台湾菜佛跳墙，属于较中国菜嘛。哦。啊，鱼翅是咱较咱台湾咱海岛嘛。厦门尾啊传入来的，较台湾哦，我菜。甲你讲好，听头家，鱼翅就，爱听头家的。鱼翅羹。你拄啊，佫讲一个什么？迄什么佛跳墙，啊，佫讲一个乌鱼子，乌鱼子。啊，迄嘛台湾。你选一个，你选一个，你选一个，酸一个，酸一个。你选一个。乌鱼子好啊。乌鱼乌鱼子。子啦，哎呦你爱听头家的啦。乌鱼子。哎呦，好，咱来看者。乌鱼子有啊无？第二名。杭乌鱼子第2名，恭喜聪明爱食鱼得到22分。哇！超过来，哇，咱即马看阿 K 红不人这边。你头多你啊，冷盘。冷盘，冷盘。好，咱来看者。冷盘有有啊啊无？无？哎呦！有影。五色冷盘，恭喜咱的阿 K 红不人得到15分。耶！哇！好来，这边。拄只吼嘿，加菲的，甲我讲，一定爱有佛跳墙，墙啦，墙，佛跳墙一定爱有。咱进来看无伊会一直演落去。我今日换老更较济。嘿，我是啥物都要烧声呀。咱来看者，佛跳墙有啊无？有嘛对。哦，爸爸，等下老师有插播，老师有插播。迄个爱念做墙啦吼，啊毋过一般因为咱台湾菜，咱拢家讲叫做杂菜肉。哦，菜咯。啊，其实伊古早是伊的菜名叫做福寿全，吼，所以个缀到迄个甕仔内底是一种圆碗。啊，听讲有回香吼，有人这是个另外一个传说，啊伊的片较足芳的，啊要走出来食，所以会跳墙出来。吼，啊，佮其实伊本地是福寿全的意思。来这边，来，我都唔相信这边袂晓。有班啊，有班的行熬啊，什么对鲈不？鱼。嘿，摸鱼啊，哦。满鱼你让人家敢好，小班较好啦。石斑甲红肉较好。你是咧点菜哦？鱼都共款，咱来看者。石斑鱼有啊无？那可能。来，头家是袂倒一出。来，后面哥过来。哎
哎呦，你听看卖，人讲出来菜名才水着，青鱼啊！阮先来等。台湾菜上热门的菜色有啥物咧？你敢晓会着？来，头家，头家倒一出。来，聪明哥哥来搁，一个，你哥哥。红金米糕，哎呦，你听看卖，人讲出来菜名才水着，青鱼啊！阮先来等。无你把红金米糕先食者当顿嘛。手强啊啦！我红金米糕，嘿，这嘛是大菜，大菜嘿，你台湾来算嘛是大菜。对好来，红金米糕有啊无？嘿，好啊菜。歹势哦，红金米糕咧差不多12名啦。哇，即马少年的可能较无要食红金米糕啊。对啦，因为即摆咧蹭我。嘿啦，对，来，听好势哦，我甲你讲一届尔哦，一届袂讲第二届哦。因为袂好讲第二摆。白斩鸡，白斩鸡啦，白斩鸡，咱们给麻烦你搁讲一届，白斩鸡。你写到我控制，你要讲第二届，国鸡，白斩鸡啦，对，白斩鸡啦。嘿，是台湾人上爱食的，对啦对无？对，无唔对，有道理但是哦。有啊无，我是唔知影啦。最出名。咱来看哦，白斩鸡有啊无？啊！喂喂，这边，嘿，即摆换因啦，因两点名用完啦，换你。嘿，换你啦。伊应该爱有卤猪卡，哎呦，我就爱食卤猪卡的。确定哦。等下头的有话讲，应该啊，什么？我感觉无。笋有笋瓜，瓜哦，啊，毋是卤猪卡是笋瓜。笋瓜啦，你咧讲的是讲普通卤猪脚有掺笋瓜，你讲即嘛是卤笋瓜，毋是卤猪卡。笋瓜卤猪卡，笋瓜卤猪卡哟。因为是足台湾味的。对，足台湾味的。嘿，好，咱来看者，笋瓜卤猪卡有啊无？哦！哇，恭喜聪明爱食鱼，加8分。哦，因为两条命赢了啊，所以你会使继续回答。继续，我感觉应该是鱼翅羹，鱼翅哦，翅羹，一开始讲过，姐姐。无唔对，一开始讲，鱼翅羹台湾哦。好，咱来看者，鱼翅羹，等等下哦，等下，爸爸，爸爸有意见哦。爸爸有意见。听爸爸的话，伊要改咸菜猪肚汤。哦，咸菜猪肚汤。咸菜猪肚汤，哦，有道理哦。哦，看过中破西拢知哦。嘿啊来，咱来看者，咸菜猪肚汤有啊无？歹势吼，哎呀，恁拢讲唔对，就算是他做咧答案嘛是唔对的啦。是不要紧，大家拢应该想要知嘛吼。咱来看者第4名到底是啥咧？到底三杯鸡，哦，台湾人上爱食的三杯鸡，这互人想袂到的吼。对，原来三杯鸡怎变甲遮紧哦？对，啊，我搁甲大家小介绍一下，后壁搁有迄个菜脯卵，哇，台湾味的菜脯卵，是啊，搁有以前的酒家菜，柳鱼泥肉蒜，哦，哇，伊毋是啊，伊毋是啊，伊毋是啊，无啦，应该是后壁的。嘿，那个最后壁，因为咱即马讲的较大但咱即摆毋是要讲你爱食的菜色，嘿，啊，就迄就好食咧。你连讲啦，连讲啦，好啦，谢谢。咱的阿 K 红不让62分，咱的聪明爱食伊83分。耶，太好啊！咱同齐来去食鱼啊！来，咱进入咱的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，手搭定高机，两队派出一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台语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。总共进行5条题目。来，两边拢真巧吼。咱即马吼来分者好不好？咱拢有5个人嘛。第1巧、第2巧、第3巧、第4巧、第5巧，叫白。我拄听你拢无讲话咧，罗兰。罗兰，你拄拢无讲话咧。有吼，请出题。
好来，咱看这个画面哈，这伫华语内面叫做松鼠，借问的，伊的台语叫做啥？车手灯。哦，碰气。水啊！水，老师在讲话。十强就碰气。我跟你讲，罗兰就是碰气转死的，转世啦，转世。是哦。你是碰气起大汉的。是，老师，咱来请问罗兰是不是碰气？耶！哇，来20分。恭喜咱阿 Ken 加来20第二位，分。倩琪。水哦！林同学啊，伊是一个敢真哈你讲台语吼，无啥会认得，但是嘛是会晓讲。嘛是晓讲，但是无定来讲，就是无啥认得。啊，毋过咱心里就定来你讲，对，定来你讲，尽量讲。尽量讲。啊，但会晓讲，咱就尽量讲。吼，啊，你去想嘛。讲还是尽量讲。尽量讲。你甲细腻一百，你甲你记好。哎呦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这题40分。嘿，你看这伊的华语叫做果子狸，就问伊的台语叫做啥？等下，阿妹，嘿，来，车枪蛋。哇，来，心怡来，龟鸡里，老师是不是叫龟鸡梨？哇，迄音吼差一点点嘛，就差足济。好，来，换咱这边，阿 Ken 这边。龟鸡麻，龟鸡麻，龟鸡麻啦。后来，老师是不是叫做龟鸡麻？对。伊就是龟鸡麻看大汉。这题咱40分来，上个看一分数。恭喜咱的阿 Ken 红不让得到40分。好来，后一位倩琪。我要去打100分的呢。啊！不过恁两个台语拢同款烂咧。你真正要挑战你？好，对。你敢愿意互伊挑战？愿意。正有影。好来，咱莫搁讲啊，来，请出题。好来。哦，两个大张的。两个大张的。好来。你有看到哦？这华语叫做黑面琵鹭，借问的伊的台语叫做啥？车手灯。哎。哎呦，这做你来，这做你哦。你一定爱讲了对。这题几分？60分。这题60分。那真困难呐。遇到60分，咱拼落去啊。讲句叫什么？黑面琵鹭。台语叫做啥？乌面疲劳。太疲劳啊！太疲劳啊！疲劳。乌面疲劳。听嘛上。乌面疲劳。乌面疲劳。好来，老师是不是叫做乌面疲劳？不是。好难哦。来，我来这边。好加载，来，聪明爱甲伊这边。嘿，我看你嘛袂晓。来，我跟你讲。嘿。乌面的。嘿。鸟啊！乌面鸟。乌面皮鹭。乌面皮鹭。乌面皮鹭。耶！乌面皮鹭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乌面皮鹭？不是皮鹭。你已经掉一半啦哈。其实这个鸟啊，恁来看伊的喙形，佮伊的动作，伊这个喙杯长长嘛，所以华语的哪像鱼白安尼，所以叫做皮鹭。啊，不过伊这个喙杯就是一个杯嘛哈。杯。啊，动作，对啊，咱杯，譬如讲狮杯就是一个长木板。哈，啊是啥物杯，拢是款长木板。啊，伊即马伊的动作，咧掠鱼的时会拉咧，所以叫做乌面拉杯。乌面拉杯。安尼啦，咱即马先啉6杯好啊啦，哦，你免啉6杯啦。真歹势，恁两个去落去啉6杯好啦。来，请出题。
哦，伊的华语叫做鲤鱼，借问的，伊的台语叫做啥？车手答。好，来，加载。其他鱼。台啊，台啊，台啊。台呀，其他台呀，其他台呀，台呀，台啊，台呀，台啊，反正是台呀。好来，老师是不是叫做台呀？对。哎，怎么做鱼啊？做鱼啊，当然知啊。因兜就是咧煮鱼是下港上名声的，啊这题目安尼。你看起来嘛，就像迄乌面六杯啊。六杯啊，乌面六杯啊。天档的啊，天档啊，你紧张啥？咱这还有一题呢，对不？咱这80分啊，对不？来，上个来分数恭喜咱的聪明爱食鱼，即马加80分。我唔知影，我唔知要出什么题目，你知？鱼啊，还是什么货？绝对袂使讲。无你讲你的才华是啥？你讲你的才华是无你啥嘛？出一只枪啊！你讲啥？我讲一解，讲较慢的，我。枪啦，哎，枪啦，枪，嘿，枪就是迄个大象。枪啦，系啊，哦嘿，枪啦。麒麟鹿，嘿，麒麟鹿，麒麟鹿，大家讲啊伊。甲伊所有晓讲拢讲出来，海蛇马休，马休。伊讲麒麟鹿的长颈鹿啦，嘿啦，啊老迄个老鹰啦。嘿啦，啊，搁讲啊，搁讲啊。暗时，哎，卖完鸡，卖完鸡。麻烦他摕2只椅啊无，互因两个伫边仔坐，好无？豆豆啊讲，好来，咱先请出题。来。好来，阿妹啦，很帅，真帅安尼。阿妹哦，吼，来到底呢？咱等下哦，吼，来，我来问一下吼，咱的华语叫做穿山甲，伊的台语叫做啥？车手答。哦啊！来，天档的来。我细汉的时阵，嘿，是穿山甲饲大汉的。有一天，阮爸爸带我去山顶，是。你忽然间看到，伊看到一只这个，吼，嘿，伊爸爸就甲我讲，讲啥？足感动的，目屎要滴来，讲这就是恁妈妈。阿健的妈妈，台语到底是要安怎念呢？我细汉的时阵，嘿，是穿山甲饲大汉的。有一天，阮爸爸带我去山顶，是。你忽然间看到，伊看到一只这个，吼，嘿，伊爸爸就甲我讲，感动。足感动的，目屎要滴来，讲这就是恁妈妈。上爱的这款一种动物，叫做啥？叫做腊鱼。腊鱼。腊鱼。什么鱼？哎，袂使拍树，袂使拍。腊鱼啊！来，腊鱼，咱问老师是不是叫做腊鱼？老师对唔对？差一点点啦。你搁去想者，你妈妈敢是你妈妈上爱的？你搁想者。好来，聪明哥哥。拉力。拉力。咪拉鱼。腊鱼。拉力。那有可能是腊鱼。聪明哥哥，这是因妈妈上喜欢的动物。迄是妈妈和你爸爸咧拉力拉来拉去，啊，这叫拉力。拉力。腊力。咱来看一下，是唔是叫做腊力？老师，是唔叫做腊力？拉力。对。来分数先讲报一下。咱的聪明爱食鱼加100分哦。好。来，咱来问老师正确的读法。读法是安怎读？伊就叫做迄个档的，伊讲了对，叫做拉力。拉力是安怎叫做拉力咧？就是咱有腔口差北部腔的，甲迄个拉变做拉力。对啦，拉力。像我下港腔，我就是拉力。
哪里？哎呀，对，我就是北部人啊，我北部人啊。啊，毋过你唔对的是后壁的你，你啊，因为你讲鱼，啊伊毋是鱼啊。嘿，哪里？我来讲你，好好好好，是你，好，你讲。等姐再去啉6杯啦，好不好？哪杯？哪里？哪里啊？太好啊，好啊，谢谢。来，赞。来，上诶，先报一下分数这里。这名聪明爱食鱼263分。阿天呢哩？阿 K 红不让122分。可能食鱼有差啦。有影有较跳淡薄啊，嘿，不要紧，咱阁有机会通啊拼。啊，天档诶，是，咱就先休困一下。哈，嘿，因为我要带伊啊，我带阮聪明档诶，咱来去全家抢奖金。全家抢奖金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家庭内底派一个人回答，答案正确就会当得到对应的奖金。答案错误，另外一个家庭就有机会抢走这条题目的奖金。奖金上悬的家庭会使进入最后一回合。哇，好，来，请这边的队长。哎呦吼，真正的哎呦吼我，从来没看过头前那一台机器称遮悬。你为伊改咯，咱两个徛喺边仔是无讲改好看。我无想要我。来，咱来看题目是啥？上2000，二4000，杯6000，加8000，保10000。是。每一个数字都是奖金哦。二好啊， 4000的呀， 4000好不好？ 4000的，好，咱通下讨论。这使讲话吼。对啊。嘿，好，咱来看4000的4000的伊的题目是啥？请问台语吼，共字有无共的发音？请问煎下底下倒一项物件，参别的字发音无共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个煎字甲下骹这三个选择到做伙的时阵，安怎念煎的音会无共哦？A 鱼 B 茶 C 药啊！你有40秒的时间，来，你懂？你捌这个意思无？你捌这个意思？我知啊问，煎鱼啊，煎茶，嘿，煎药啊，哦，对不？安尼对不？你是哦，哦，你去问一下你那边的台语教授，嘿嘿。你爱讲话咧，茶啦，茶哦，要安怎讲？要安怎讲？兄弟，这三个是兄要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啊是煎药啊，煎药啊，咖拉茶，我都无共，煎鱼，煎药啊，啊什么茶？兄弟，兄弟，嘿，哦，是不是 B？ B，确定？确定哦确。定。好，咱来看一下 B 茶对唔对？哇！机会来啊！啊，讲来讲，即嘛是恁会使讲的嘿，恁会讲的。第一个嘿，叫做煎鱼啊，对。煎样第二个叫做转茶，蛇抓第三个叫做转药啊，蛇药啊抓，油啊！对啦，是蛇还是蛇？差不多迄个意思。因无同啦。咱大个人安尼差不多就好。滚啦，哦，滚啊！所以你的答案是，转，所以你的答案是 A。 A 啊 A 是 C。无共的。好，咱来看一下 A 鱼对唔对？水哦！耶！赞！俩零，恭喜咱的阿 Ken 红不让得到4000块。水。对，咱一般讲一个字，有当时也有文白音嘛，哈嘿，所以煎这字读起来甲华语就共音的，大部分是叫做文音，啊转有片音的，大部分拢是白音，啊所以这个煎搁另外一个当判断的，就是煎是直接甲火用做火，还是盘啊，啊毋过转茶还是讲转药啊，伊拢是较规古的迄款的，所以有文白音的关系，啊搁有因为伊做的方法无啥共。好来，不要紧，无紧，你讲咱来4题，嘿，凶凶凶2000， 2000个， 2000个，好不好？然后2000个也是偌济
2000还是6000个？2000个。 2000个。好，来，咱来看2000个题目是啥？请问，听别人讲要去踅商店，啊，这个商店伊是较接近什么物件的意思咧 ？A. 菜市啊 ，B. 大卖场 ，C. 夜市啊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商店。对啦，这有影较简单。太简单的，先卖想啦。商店啊。卖想。啊，C 哦。卖开的时间，安尼唔。是 C 哦，我嘛是想讲应该是 C 啦。哦，水哦。聪明哥哥，你嘛感觉是夜市啊吗？为什么是夜市啊？因为细汉的商店就是夜市啊。确定夜市啊。 C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夜市啊，对唔对？哎呦，恭喜！聪明爱食鱼，得到2000块。哇，赞！老师，咱来解释一下，商店伊是一个展览，啊，那是变做夜市啊？商店伊这两字是商品展览的意思，吼，啊，就是讲伊无固定像一个所在夜市啊，安尼逐工有，啊，伊是伫下港遐是照轮的，有的所在是拜三，有的是拜六，拢会经人较济的时间，而且来的物件夜市啊较济拢是食的，啊，毋过伫商店遐。 譬如讲有卖录音带的，有卖咸酸甜的，有卖五金的，逐项产品拢有。啊，当然嘛有一寡食，也是钱卡哩迄款的。啊，所以伊的商品可能物件较多样化安尼。恭喜哦，得到2000块咯！哎，恭喜！来，刷落去来，继续选题。来一个6000个好啊。 6000个杯。请问，即马跋杯咧用的杯是茶做的，但是以前吼是用什么做的咧？ A. 蛤蟆壳 B. 龟壳 C. 野鸡壳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你若听无会使问聪明爸爸。嘿，我知影，一定唔是野鸡壳。你知影杯是啥？我知影。啊，对。哦，对。我知影啊，对无？一定唔是野鸡壳。一定唔是野鸡壳。嘿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讲的会使开大声咧。免加细声。龟壳。 啥壳是龟壳？因为较早陆地会当换圆的物件过，这个龟，这个壳。哦，因为生做安尼嘛，换圆啦，较暗安尼啦。啊嘛会当将这个龟壳，迄个巴肚流的内底用银胶落，嘛当做。 做算命的啦。对。蛤蟆是蛤蟆壳啊。是安怎？你感觉啥啦？因为夜市不是大家所在拢有的。 跋杯用的杯到底是龟壳做的，还是蛤蟆壳做的呢？迄叫龟挂。龟壳，确定哦。确定是 B 好，啦。咱来看者，是毋是 B 龟壳？对唔对？哇！凊彩用，我本来嘛叫是龟壳。来，咱即马什么壳？第一什么？ 蛤蟆壳，蛤蟆壳啊！为什么蛤蟆壳？蛤蟆壳因为夜市不是大家所在拢有的。啊，台湾是海啊，四面拢是海，拢海啊，都拢夜市啊。嘿，四季花啊，拢是迄。所以蛤蟆壳，蛤蟆壳啊，蛤蟆壳。来，咱来看蛤蟆壳对唔对？恭喜哦，阿 K 红不让得到6000块，哇，你几万呢？其实哈，蛤蟆壳最好用的，伫古早钱，伊嘛是用蛤蟆壳做钱。啊对哦。对，所以咱会摕身躯边有的物件，就因为安尼以前跋杯当然用安尼有阴有阳有阳，安尼就有阳就会使啊。哈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佫有一句俗语叫做跋筊含壳起，所以伊嘛是会当摕来做底赌。 哈，底赌迄款 token 就是代币，筹码啦，哈，对，所以嘛是
演技，所以就是讲跋筊含卡起啊，因为安尼即个跋杯伊摕咱身躯边有的物件啊落去跋，像有的人有当时会摕银角啊。就是10块的，还是1角的、5角的拢会使，啊，就甲拔了。啊，其实咱就是讲，也着神也着人啦，吼，大家嘛是爱拍拼，好对，爱实在，对，老师谢谢。咱选题，剩2题。来一个鸡好啊啦，鸡对清。好来，咱看鸡是啥物题目？请问有的路边摊会卖鸡卷，不过却是用猪肉做的。啊，为什么伊会叫这个名呢 ？A. 猪肉比鸡肉较俗 ；B. 头家包唔着肉 ；C. 菜尾做龟卷的。嘿，哦，这你有40秒时间。好，哦，这免讲啊，这你唔免讲，你免讲话，我知影。你知影？我较早做什么节目的对不？做食物件节目的。这个是食的节目吧？对对对，食。我大家咧出外景，食食好命。来，3个你选答者。答案就是 C 啦。对啦，鸡卷，鸡的一寡菜啦，甲包起来。菜尾做对啦，做龟卷的安尼哦。鸡菜啦，厉害哦。好，咱来看者，菜尾做龟卷，对唔对？我较顿呢，对啦，嘛是爱有一寡贡献。对，是，你这边替恁一组得到8000块咯。好来，今嘛哦，上尾一题啊，上关键，上尾一题来，无，1万块，伊的题目是啥？请问，咱会用鸡婆来讲杂插的人，但是其实这个词原本是用来讲什么款的人呢 ？A. 饲鸡的大鸡 ；B. 有钱人的某路查某路财 ；C. 啰嗦的妈妈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哦，这讨论啊，这讨论。对啊。鸡婆。鸡婆。我咧想应该唔是 A 啦。鸡婆。饲鸡的大鸡。啊！我咧问你，你咧问我。叫你爱准掉队长啊！没，我即摆是队长。好，我咧想应该是 B 啦。B 有钱人的查某路财。你嘛咧想嘛？你嘛咧想嘛？应该是 B 啦。B 是不是有钱人的查某路财？对唔对？哎呦！你看一下阮牵档的表情，搁爱啉6杯啊啦！咱一般吼，拢讲管家，吼，啊，搁加一个婆，会当讲代表伊的身份，还是讲伊的地位性别嘛，吼，啊，搁来就是伊的伫厝，因为那做婆是爱管较侪物件，所以咱来为管家婆即句来讲，吼，啊，然后大家就甲简称讲家婆，啊，毋过其实咱有家婆性嘛是真好的代志，像咱进社会是拢较冷淡一寡，若准讲有一寡代志，譬如讲厝边隔壁咧相拍，咱上无家婆一个，来敲一下电话互警察管区的啊，讲吼拜托会遐去看卖啊，安尼吼，所以家婆性即个物件，其实有当时伫咱生活中嘛是真重要，嘿。管家婆，好来，咱即马看这边的管家婆。哦，恭喜哦，咱聪明爱食鱼加1万块咯！啊，阮牵档的咧。牵档的即马是1万，敢若1万年了。恭喜聪明哥哥这边。啊，咱即马嗨，咱就同齐来去咱的一日达千金。一日达千金，全家5个人合作写5个字，一个字正确就会当得到5分之1的奖金，5个字拢写正确就会当得到全部的奖金哦。一日达千金，合作领现金哦。是，啊，咱即马现金一日是偌济？一日是5000块啦。哎呦，嘛是介悬呐。足悬的哦，嘿。这边有险险，4000块啦，你看了5000块，你是讲奇怪，毋是？咱是写5000块嘛，对伊讲的。嘿，这边有险险无？险险，嘿，钱毋是上重要的代志。哦，有的人是一世人，嘿，省甲存钱尔。哦，这是无好的代志。
所以讲，但是甲剩乌面腊杯，我无钱，但是我有腊杯，你有哪杯？乌面腊杯，你免烦恼。我甲你讲，这若是垃圾片，唔对，是啥物货拢无啊啦。安尼哦，最重要诶。真好，真好。比如话吼，好，我要请老师出题啊吼。一厘四清哦，一厘四清哦。嘿，请丁秀老师请出题。主要题目出来哦，听个大长个小长。哦，大长个小长，恁有40秒的时间，来，第一题。恁倒一名是头一字？大，嘿，长个小长。我是大。是安尼念吗？大长个小长。大长个小长，安那写，嘿，这5字。哦，时间你要到。聪明爸爸出手啊！哦，伊讲，你咧哈哈讲一下唔对，叫伊紧改。安尼哦，写好也未来，咱看着。来，第一题。咱一字一字好徛起来，大。第二字长。长。第三字个。第四字小。第5题，老师，安尼写敢对？安尼写有唔对？对。啊，大部分对。等下哦，你这边听起来，轻档的你敢若无啥改迄落啊吼？不要紧，咱先莫公布。爱公布哦。你要写一个无？伊会晓迄字对，伊会晓。打一字。我出世的时阵，第一字就是写迄个个。哎呦，太好啊！制作人，来，咱哦，轻档的写一个，打一个个，来，个，好，来，麻烦轻档的。你厉害，我写得对啊。对啦，轻档的加油。美秀啊，美秀，我甲你熟识10几年。我知影你有才华的。你知影我的才华。你才华真多。我要来，你到底要创啥？我要来趁钱啊！不是啊，我要来趁钱、贪财、贪财。好，来公布一个。大肠个小肠，大肠个小肠。咱老师，咱看着，这样写，干来写。第一字吼，这个叫大肠个小肠。老师，你敢袂？应该袂甲伊共款吧？我袂。因为哦，咱看台语吼，台语咱咧讲话的时阵哦，有真侪这个读的这个字吼，拢是外来语啦。是。日文有无？对。邻国，是你爸。轻档诶，阮时间差不多啊。可以啊，嘿，可以。我认同。个小肠。对。洪老师写哩，拜托。好，其实咱腹肚内底吼，就是这肠啊啦、胃啦，你若胃空，就是空腹的时，你的肠啊伊就无物件消化，所以就那像伫内底吼，咧烧过，所以咱这个大肠，大肠就爱安尼写，这个大肠，所以迄个烧过，咱就是写这字。个。对，我烧过的过OK。小肠就是咱安尼写，小肠。对啊，这是要甲大家讲吼，食鱼食肉嘛着菜价。咱大肠过小肠的时，小肠爱够营养，大肠爱记节，食果子会变水，讲台语会变巧安尼，所以。谢谢老师。来，咱看这奖金偌济。制作人决定啊，要互因160块。现在给准备好哦，因为阮即马要颁奖。颁奖啊！颁奖，先来恭喜！恭喜咱的聪明爱食鱼，得到160块。大肠个小肠啦！一声摕回去就袂个小肠啊啦，吼，食到饱歪歪。所以讲，今日大家对台语有搁较了解一点啊无？不过吼，真侪意思。大家平常时也唔知影，咱有老师来甲咱解说，所以讲咱搁较了解。咱都爱真正爱多谢咱的老师。谢谢翁世友老师。好，麻烦你甲阮念一下吼。好，来，全家有智慧，互你巧巧食百里乌面腊杯。大
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尊敬